我某爺哈，佢都很喜歡問我說：“媽媽，我係啲哪裡來的？”哦，你講伊來灣西，對，小時候就常問，我係啲哪裡來呀？然後我就有機會跟他講，這個怎麼樣？所以，我們從小的性跟性別的教育其實是很自然，性的教育，它不是一個性教育，它不是一個，對，它是一個很自然的界限教育。哦，剛剛我們做社工師啊，可能按都是很悲傷的故事。以前講還有上個時間會養種動物。種的行業家庭，慶東你唔會嘅，慶東你媽媽按摩。可是其實我哋哈，我同學啊、朋友啊、高飛的朋友，從會問講，哎呦文珍，你走兩條路按對人講哦，哈，你從堂都真的是很大的壓迫，關係的哈。可是我哋看到係乜嘅，按到社工能夠繼續在這個領域裡面，我看到係我哋服務對象群的姐妹，龍色。哇，那個一直很想要過一個不一樣、更健康的生活，那個意圖。哦，對，我們覺得哇，我們就其實我都媽冇幫忙，沒有幫什麼忙。很多人剛講，哎，按都事情幫給都冇，其實是他們幫我們。我們在這裡頭看到了一個很不一樣的生命，對，就是趨向光的一個生命力。配一段。做扛一團聽聽，因為講故事就講故事，愛有愛去講故事，講故事唔會太愛嘅。不過感謝上帝哈，真的感謝上帝信任我們，要不你心音，這才是很大的托付哈。對，特別是在關係裡面受傷，不論是家內亂倫的誰，其實很多的性侵害、兒童的性侵害，全部會給免責給你這件事情是特別讓人家覺得傷心難過。可是你看這群孩子，他一旦慢慢的走過這個傷痛，然後變成一個新的不一樣的生活，他不會自然的發生，他需要很多的協助。那我們在這一段就陪一段，所以來知道有4年啊，不會，我那以前這個對我來講就是一個綁住界限哈。那出來判控社的話，就不會記得。那隔壁看到嘛個故事，真奇怪哈，我唔會想，我就想，哎，會屯七個講，唔好去想，唔會，就也不用啊，也不用，它是一個結界。我天生要做社工，你有平行宇宙，對，還有，對，我上票正幾天。